大家發覺胸口痛係咪好驚個心有事呢？不過除咗心臟嘅問題，胸悶、胸痛都係一個常見嘅症狀。中醫一般稱為胸肋痛，多數同血氣運行失常同經絡不通有關，都係屬於不通則痛嘅範疇。具體嘅改善方案當然可以揾專業嘅醫師辨證論治，但我喺呢度都可以教大家一個健胸操，幫你哋管理胸部同埋腦部嘅血氣不通。頸椎前傾胸氣制，胸肋鬱結點膻中。好多時我哋嘅寒背、胸椎前傾都會壓住我哋嘅胸部，令我哋胸悶氣滯。胸肋骨會有結節同埋壓痛點，教大家一個穴位膻中穴。氣會膻中，主治氣機不暢所引致嘅胸悶氣短。如果你唔識揾穴位嘅，唔緊要，今日教大家一個治療疼痛嘅亞視穴。相傳取名來自當按壓痛點嘅時候，病人痛到嗌咗出嚟，所以稱亞視穴。而家可以用磁力按摩頭喺患處附近揾出有痛嘅亞視穴。